現在有請主禮嘉賓袁漢榮先生致訓詞，有請袁先生。黃校長、梁副校長、Miss Lee 同埋 Mr. Lo， 大家好。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各位朋友或者係其他領袖團隊嘅朋友，咁新亞中學大家都知道喺呢個區域裏邊咧，其實係一間效力相當之悠久嘅學校，亦都係一間良好嘅學校，一間好好嘅學校。我哋好有機，我又好慶幸咧，紅十字會能夠同貴校咧有一個好好嘅合作機會，能夠喺貴校咧可以係成立一個新嘅紅十字青年團隊咧，可以俾我哋一啲嘅同學咧、年青人可以參與呢一個紅十字會嘅國際運動。紅十字青少年咧本身呢個組織咧係一個國際組織嘅其中一個嘅工作之一。我哋最主要嘅目的咧係希望可以透過唔同嘅活動，包括咗一啲保護生命健康同埋服務社群嘅活動啦，能夠希望啲年青人可以參與同埋認知一啲我哋叫人道嘅工作。好多時候，好多家長會問：究竟紅十字會使唔使捐血㗎？咁紅十字會都係要捐血啦，不過唔係青年人。紅十字會大家知道，我哋有個血庫，佢哋會係收集血液。我自己都經常捐血，不過唔係因為制服隊伍先至捐血，係自己純粹一個其他嘅捐血。我哋唔會要求大家嘅子女去捐血，除非佢16歲以上，呢個係唔需要擔心嘅。其實今時今日好開明，捐血係一個好好嘅幫人嘅運動。不過可以放心，我只係純粹再釋懷，我哋唔會強迫青年人去捐血嘅。但係咁究竟有咩好做啊？使唔使去賑災咁樣？咁當然我哋係有好多嘅賑災人士啦，去到四川，去到唔同地方咧，去賑災工作。閣下嘅仔女又唔需要逼住上去災區幫手。咁究竟有咩好做咧？咁樣？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哋紅十字會青年活動咧，本身其實咧係最主要就係要希望嗰啲年青人喺中學階段咧，去學習啲急救、護理、衞生嘅常識，而將呢啲學到嘅知識咧，係攞出嚟喺學校、喺出邊嘅社區，甚至乎喺自己嘅屋企鄰里，可以用翻出嚟，去幫到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喺呢個幫助服務社群同埋關愛嘅行動裏邊，我哋希望佢可以能夠體驗到何謂呢個互相關懷、互相服務嘅一個精神。我哋希望能夠佢哋可以咧係可以關懷傷困，同埋維護一啲有需要人士嘅尊嚴。經過呢個歷程咧，紅十字會就界定呢一個叫人道嘅精神。其實並唔係好複雜嘅一個道理。頭先校長講過嘅新亞精神，其實都有好相近嘅一個嘅吻合。我記得我細路仔嘅時候咧，我中學嘅時候，自己咧可以話好彩，亦都可以話唔好彩。好彩嘅意思咧，就係因為我自己咧喺唔同嘅環境咧，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意外。我身邊好多人有意外，包括我阿爸跌傷咗個下巴，我至第一時間做急救。咁後來佢自己做咗好多針手術。我身邊嘅細路仔隔鄰舍曾經有窒息過，我亦都喺隔離，好彩喺隔離，我第一時間同佢進行人工呼吸救翻。依家已經係30幾歲啦，呢個細路仔，當時佢1歲嘅，咁所以唔好問我幾多歲。咁我亦都見過喺學校有好多同學喺運動嘅時候跌斷手跌斷腳，喺唔同嘅環境裏邊。咁我都喺忙裏手忙腳亂嘅環境之下，幫佢做好包紮，因為只係一個中學生。同佢固定咗雙肢，同佢叫救護車，種種好多嘅事情咧，都俾我練習咗，我學咗急救嘅一啲嘅機會。呢個我叫做係好彩。但係當然對嗰啲受傷嘅同事嚟講，或者朋友嚟講，呢啲係佢哋嘅唔好彩。嗱，我點解要同大家分享呢個故事？我只係想提醒大家，香港係一個好現代化嘅社會。我哋嘅醫療設施啊，我哋嘅學校嘅設施啊，我哋嘅教育制度啊，各式各樣都其實係做得相當唔錯，同我遠比30幾40年前嘅環境係好唔錯。但係我哋其實身邊嘅人、身邊嘅事、身邊嘅意外咧係不停發生。我哋每日嘅999需要求召做意外疾病嘅數字咧，係講緊好數百至1000單全港。呢啲事情永遠喺我哋身邊發生。你未遇上咧，係你嘅好彩，其實係你嘅好彩。
亦都係你身邊嘅人嘅好彩。但我想提醒大家，身邊嘅意外、身邊嘅人嘅疾病咧，係隨時會發生。紅十字會正正咧就係希望我哋嘅年青人學咗一啲保護生命健康嘅技術，去能夠第一時間照顧我哋身邊嘅朋友、屋企人同埋有需要嘅其他就算唔識嘅人。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去關懷同埋照顧一啲有需要嘅人士。我哋鼓勵嗰啲年青人喺社區裏邊咧係參與唔同嘅社會服務。我哋有好多種嘅機會可以俾大家已經係宣誓咗或者未宣誓嘅會員啦，去參與、去關懷老人家、關懷一啲獨居嘅人、關懷一啲有病嘅人、關懷一啲傷殘嘅人，去做一啲嘅服務，去關愛、提供呢個關愛。甚至乎遠喺四川或者係中國嘅一啲災區，甚至乎其他我哋三唔識七國際嘅災難，喺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好簡單講一句，同以前嗰啲乜咩會啊、物會啊，或者乜乜局啊去籌募一樣，一句説話：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唔需要大家出錢，大家出嘅力咧喺邊度嚟咧？大家付一份愛心，呢個已經係一個力量。大家付一種關懷。呢個係你一種好重要嘅力量。大家對身邊嘅屋企人、對病咗嘅細佬妹、對隔離鄰舍有需要人去提供少少嘅協助，呢個簡單嘅關愛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力量。呢個亦都係我哋講緊紅十字會嘅引導力量。我希望大家每一個會員、每一個學生都能夠日後有機會去爭取每一個機會，去關懷自己嘅身邊嘅人。去關懷自己有需要嘅人，甚至無遠喺外國受災難嘅人，你嘅簡單嘅關懷，你簡單嘅照顧，你簡單嘅關愛，已經有一個好重要嘅力量嘅體現。我喺度希望大家能夠努力去爭取呢個機會，因為紅十字會運動其實除咗即係如果我而家講翻，仲要教翻啲一啲嘅交代。頭先我講啲係一啲信念嘅問題，咁但係其實我都要做翻啲廣告。因為嚟緊學校嘅新學制334，其實有一個大家好多家長同埋老師都關懷嘅一個叫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一個 OLE 或者叫其他學習嘅一個歷程。佢哋裏邊好鼓勵高中生要參與社區服務，要學習啲社會嘅技能、職業上嘅技能。我哋會裏邊好多活動其實都係完全配合呢方面嘅嘢，學嘅急救護理常識，做出去嘅社會服務都係符合咗 OLE 裏邊嘅兩個好重要嘅環節。如果閣下嘅仔女能夠喺高中嘅時候繼續適當投資，我唔係要大家好活躍嚇，一個適當嘅投資時間去做好紅十字會基本活動，你喺 OLE 裏邊咧已經係攞足分嘅好部分，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其他嘅投資嘅，因為你已經喺社區服務、喺社會技能方面已經係攞足晒。咁呢啲係我少少嘅廣告啦。咁但係我其實簡單而言咧，我係好希望年青人喺參加呢個紅十字運動之後，最重要嗰種體驗。最重要嗰種係信念嘅培養，因為呢種先係令到你係將來得益無窮、永世都啱用嘅一種嘅心理嘅一種精神嘅力量，令到我哋成長，令到我哋關懷，令到我哋世界和平嘅一種好重要嘅力量。我喺度多謝校長同埋兩位老師嘅機會，俾我哋能夠同一個合作，希望可以將你哋嘅新亞精神同紅十字會人道精神一齊投放喺紅十字會新嘅團隊裏邊，一齊大家發揚光大。多謝大家。多謝袁先生。現在有請青年團體。